继续来看到中国做城市交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中昼来到厦门，第一站先参观国际邮轮中心，所以来到厦门的展览馆，随后甲厦门的市长要签这个农特产的订单，大家拢真好奇，这个韩市长会当赚偌济呢？咱请记者王美雅讲予咱知。 是的，主播高雄市长韩国瑜呢，到了厦门呢，下午的第一站呢是到了厦门的国际邮轮中心来参访哦。他到的每一个点，仍旧是有大阵仗的媒体，当然是高规格的安检哦。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个厦门国际邮轮中心呢？据说这是韩国瑜行前特别点名必访的景点哦。原因是他想要吸取厦门的这个相关经验，来作为发展高雄经贸还有观光可以借鉴哦。 那么参访邮轮中心之后呢，是接着安排到厦门规划展览馆去哦。那么在这个展览馆之后呢，紧接着有一个农产品的签约仪式。那么这个签约仪式呢，是在厦门的月华酒店要举行的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也会跟市长庄稼汉见面，预计会签15000吨的农产品订单哦。因为他前一天呢，在深圳的时候呢，有跟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面。那么此行的最后一站呢，除了这个厦门市长之外，会不会另外有中共其他高层呢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，将现场还给棚内主播。